一个企业的上校退休了去做间谍，去年6月封关出来，说唔甲这千外万的退休金吐出来，也无行钱拍算，最后法院裁定关收。万里溪邦沙滩已经发布红色警戒，不过山壁放落来填出来出口关度也变较悬，新界水位也变悬咯，当时的填真歹按算。美股大大影响到台股表现，有史以来一日来上济收伫咧42671点，落2953点，也若台票换比金收伫咧34.28块，落3.9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7AM 新闻，我是嘉豪。有一名企业的这个海巡上校，2008年退伍了后，却走去做间谍。2年前呢，被判刑8个月，去年6月被关出来。那有刑事责任，进前所领的1003万退休金，也拢爱讨倒回来。不过，伊说甲这名下的财产拢转予伊的太太，想要脱产。行政执行署宜兰分署当时通知伊到案说明，说因为无要甲这钱退倒回来，也无行钱拍算，最后法院裁定关收。拿双手机拿行楼梯行落去，伊是企业的退役海巡上校，因为涉入中国间谍案，被法院判有期徒刑8个月，在去年6月关出来。不过除了刑事责任，已经领的1003万外块的退休金嘛，互追讨。但伊说甲名下的房产送互配偶，想要脱产，被法院裁定强制关收，变做第一个因为涉中国间谍案孤立退休金互关收的退伍军官。不动产赠与配偶已逝，无法提出合理说明，亦未提出具体的清偿计划，当场予以留置，并申请法院管收获准。来看这案，企业的查甫人2008年上校退伍了后，有领退休俸，所伫2014年时阵，甲海巡化这雷达南沙太平洋交通基础工程计划这资料，转交予中国趁犯罪所得15000块。照2022年修正的国安法第13条，现役退役的军公教人员，若是违反效忠国家等罪，会失去请领退俸的权利。若是已经领的，应该对犯罪开始计算对立。但检察院2020年8发布调查报告，统计已经破获确定的19个中国间谍内面，敢若9个有收到退休俸，有10个还未完全还转来，爱对立的各有5000万。当然可以思考怎么样去断绝这种投机取巧的行为或者逃避的行为，在这方面修法应该是要加快因为这个其实涉及国家安全。学者指出讲，现行的法律爱判决有罪确定了才会当执行，但审判的定数真开时间嘛，造成刷落来对立真困难，建议应该修法加严。毕竟，亲像这种案件最近几年真侪，亲像海巡署驻金门一个单位的姓陈的小队长，今年4月涉及提供2花偷渡客的个资，雷达行者记录等互走私的业者，佮转手交予中国海警的线民。金马防分署已将涉案小队长免职，并追究相关人员考监不周责任。金门地检署表示讲，姓陈的小队长人伫金门的上前线，所有执法的动态和防卫大门拢开启，对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危害。则违反国安法定罪起诉，求刑有期徒刑5年，含做伙罚200万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大洋洲的岛国巴布亚纽几内亚，昨雄雄宣布甲台湾伫当地办事处收起来，搁再强调一中原则。咱的外交部表示强烈抗议，也讲事先拢无参详，无要接受单方面的改变，也强调会继续运作、继续交涉。那副总统萧美琴表示，对台湾的外交确实是有影响，会继续争取台湾的国际空间。大洋洲岛国巴布亚纽几内外交部长昨日发出声明，用巴布亚中心一中政策关闭中华台北经济办事处，也就是台湾为标题，说明这项行政调整是侵华甲中国之间互信重要的一步。佮指出，今年是巴布亚甲中国建交的50周年。不过，外交部回应无要接受巴布亚的单方面宣布，代表处会继续运作，嘛会继续交涉。中国到处在打压我们生存以及对外开拓国际空间的机会所以我们这是一个挫折，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争取对，不管是海外的侨胞，或者是持续的来扩大我们跟国际之间合作的机会。副总统萧美琴表示，这对咱国的外交确实是一种损害，会继续争取台湾的国际空间。回顾过去，咱国甲巴布亚捌伫1999年7月正式建交，不过因为巴布亚内部的政局变动，敢若维持14天。2006搁爆发巴布亚案，因为咱打算要和巴布亚单秘密建交，随后2名中人甲外交公款借去。咱国为1990年就伫巴布亚设办理处，不过2018伫中国压迫之下，捌互人要求改名，如今搁互人要求爱关起来。那巴布亚是伫2023就已经关闭驻台代表处。包括管处的一个服务我们海外侨民的这个功能，
这些都是政府应该要努力去做的哈，所以希望我们的外交部再加把劲。能够设住处是双方一定有一定的协定，要取消也要经过一定的程序。那中国玩弄这种把中华民国台湾变不见的把戏，南非、巴纽都弄过哈。其实巴布亚是台湾非常重要液化天然气供应国，双方经贸往来密切。各位巴布亚进口木材矿产一直是呈现贸易逆差。台湾嘛，伫当地有农业技术团。它显示出了中共它会持续希望在南太平洋扩张的一个决心，甚至去影响未来澳洲或者是美国在利用南太平洋的基地进行对南海增援的时候，它可以去利用这一些国家去进行一些阻扰。不过最近中国大规模投资巴布亚，巴布亚阁是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南太国家，显示中国继续扩大伫南太平洋的影响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国民党议员李宝中部牵涉食钱，用这亲友子人头10多年来诈领处理费超过977万。北检今日侦结依照贪污定罪，甲李宝中部因翁仔某，还有牵手的妈妈阿姊小弟等7个人起诉。检方表示讲，李宝中部承认犯罪，会甲犯罪所得交出来，希望讲这法院唔通甲伊判遐重。北平所长约谈国民党议员李博中部加入贪风波涉嫌诈领助理费，检方3个月会侦办，在限第17侦结，依照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起诉李博中部等7人。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公务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榨取财物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伊是4年8山地原住民议员，太太做办公室执行长，太太阿姊做财务，用2大手法诈领助理费。一方面将丈母甲卫生等人挂名人头助理虚报，另外一方面，太太小弟翁某虽有实际咧任职，却被计薪关报，10多年来涉贪的金额超过977万。嘿嘿，我不受访。打电话予办公室记者无回应，联络李部长母手机也无听。毋过检方指出，李部长母翁某伫侦查当中认罪，交回全部犯罪所得已经悔悟，且法院减轻刑罚。因为官司伊无被告变连任，国民党进程已经定调伊的查囝李博玉婷投入年底选战。无分议员立委常常有面对涉诈助理费，亲像无当一个高金素梅，被控涉贪超过787万，互检方起诉。民进党的林义景涉嫌诈领1000万，一审被判7年。这摆个李博中部加入其中。我觉得各政党都应该要就是很严厉的来做处置，不管是国会或地方的这些议会，当然应该要针对有关稽核的部分，要去做一些加强。牵涉助理费的立院组织法修法已经3度修正通过，一届立委开始立院编列立委补助费用项目，无限定是助理薪水，也包含专业加级、立委奖金，按个费率反映到地方议会，条条助理费乱用，公道明化产平台制度以外，爱强化相关的稽核机制。记者综合报道。你若准无法度自由去讲，你就袂当有自由的思想。香港7月15号，搁再有2间独立册店5个人因为涉嫌煽动罪，互警方抓去。今仔日5个人拢已经交保。香港对今年3月到今已经有4间独立册店互人调查。伫咧台湾的香港人士认为讲，即香港政府用国安的名义来打压出版自由，就是要互香港人会惊。伊若提醒讲，即香港的多元开放已经无去啊，台湾人就爱看香港的案例，珍惜言论，还有民主自由。穿一领写我是册店店员，徛停停的香港独立册店的员工，伫7月15因为涉嫌煽动罪，互香港警方国安处逮捕。伫同一天，拢总有2间册店5个人去互抓去。7月17拜5个人拢已经交保啊！其实今年自3月到7月，小连续已经有4间独立册店互国安处盘查。兼台湾的香港民团认为，香港政府用社会安定做理由打压出版自由，毋是真正安定，颠倒会互香港人煮惊吓。呢個社會嘅安定唔應該係由呢啲所謂嘅限制或者係打壓而造成嘅，因為佢係一種虛假嘅和平或者係穩定，而唔係真係出於社會上面嘅安定。長期用藝術回應政治，踮台灣嘅香港藝術家吳國才，冇入面冊批評香港政府用國安機器控制知識嘅傳播。
伊嘛希望透过香港的经验，会当警示台湾出版创作言论自由，毋是合改建的。希望台湾民众看到香港嘅造句，會當珍惜台灣無簡單則建立嘅民主自由。係，我覺得呢件事對台灣嘅民眾嚟講係一種教訓咯。所以當我哋睇到香港呢個曾經咁開放、咁多元嘅城市，就忽然之間變成封閉啊、自我審查，同埋大家都活喺恐懼之中啦。關心出版自由嘅冊店甲民團嘛，拍算伫後禮拜一7月20會辦記者會，聲援香港獨立冊店。另外，香港筆下青年嘛認為，台灣目前是華人地區唯一有民主自由嘅所在。雖然有協助香港人士嘅人道援助機制，不過嘛希望台灣政府會當加倍予制度法制化。記者郭正陽、林曉凱台北報道。14下晡3點，佇金門金澳鎮的心頭海沙埔海巡署發現就是一隻豬的屍體，這防疫所人員隨去現場採樣和消毒，也驗到這非洲豬隻，這是今年的頭一個。目前除了禁止外豬運到台灣本島和外島以外，也先暫停金門豬肉和其他的加工品送到外地。金門金澳鎮的心頭沙埔有防鎖線，石頭棚內底有一隻已經爛去的豬仔屍體。槍鋒後山的防疫人員經採樣本也消毒，最後才就地燒掉抬起來，檢體送去本島的獸醫所。這拉較近非洲豬隻病毒核酸驗出陽性，防檢署指出，這顯示中國疫情要是在拖。他們的疫情事實上不是很透明啊，但是他這個海漂豬都能夠驗到病毒核酸陽性的話，那代表他們的疫情應該是一直在持續當中啊。防檢署研判，這隻豬仔屍體可能受白胃風體影響，對出海口搶來金門的海岸邊，金門防疫所也按照標準程序，隨去巡事發地點半徑10公里以內的所有飼豬場，加在豬仔攏真健康。周遭10公里的25個養豬場進行一個生物安全訪視。目前5000餘頭豬相關的健康狀況均正常，讓安全無虞。透早佇金門的傳統市場肉店照常賣豬肉，業者也強調在地生產的無問題。本地的豬那應該沒什麼問題。我們這邊幾乎都是本地，都沒關係，都不會很少會運到台灣去的。金門活的豬仔早就已經禁止送去本島甲其他外島，這個事件發生，農業部擴大公告豬肉甲加工品，代表金門的豬肉乾愛暫停輸出1禮拜。飼豬協會表示，加工製品的影響較大。當然有影響了，沒辦法，為了安全起見啊，只有配合政策啊。防檢署指出，2018年開始對海上搶來的豬仔屍體驗出非洲豬隻核酸陽性的有21例，去年敢若2例。那金門這個是今年的頭一個，提醒亞洲地區疫情有關真嚴重，防疫袂當放任，呼籲各地飼豬場攏愛做好商務防治，旅客也唔通早豬肉的產品入境。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台南這個無敗靈母是含人顧什麼囡仔，伊共照顧一個1歲嬰仔爾3天就來出意外，囡仔就來過身。這家屬發現講，這囡仔身軀頂有傷痕，懷疑是予人虐待。檢警也已經介入偵辦咯。這台南市社會局強調講，這姓李的查某已經違反到治銷款法，會依法甲伊開罰單，也會公布伊的名聲。暗時10點外，規定人下區被輪得掃，去這棟姓李的查某的徛家，也金紙等雞卵，互附近的住戶踹一個。因為傳出這位年母敢若有苦毒囡仔，致使人過身。附近居民講，這個姓李的搬來這打2個多月，案發當天透早，捌聽到厝內傳出囡仔咧哭的聲，無經過下晡救護車就到現場，針對民眾包圍繳了的事件，警方嘛成立專案小組，甲3個人抓到案。我們有聽到車子的聲音，我們來出去看，他才公布啊，一定有人來牽的對啦，平常呢，他們的看起來就怪怪的，因為我看過這對夫妻好幾次了。全案依涉嫌恐嚇及聚眾妨礙秩序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檢署偵辦。這件死者是一回紅嬰仔，家屬是透過面冊逐個月16000塊的費用，家囡仔交予這個姓李的照顧。15中晝，伊才拄回報囡仔咧歇到，無到1點鐘，煞甲家屬通知講囡仔已經無心跳。家屬指控囡仔咧急救的時不時去吐血，頭殼無過有烏青，懷疑敢是予人虐待。台南市社會局調查發現，這個姓李的根本無年無證照，嘛無辦居家托育的登記。打互告的時陣，伊敢問講你幾歲？講24歲。然後後來才知道說他才滿18，他趕快給小朋友帶回去，不要讓他聽。他監護真正
真的那么无能吗？连这个代志无同行要好好保护小朋友。现场除了不幸离世的死亡幼童之外，另有4名幼童，包含李姓女子的2名亲生子女。其中1名幼童在家长接回之后，发现身上有不明伤势，已经送医检查及验伤，来厘清伤势的成因。福建社会局已经紧急安置这个囡仔，嘛讲话以离骚宽罚，甲姓李的查某罚6万块，兼公布名姓。未来若检方调查，确实有影苦毒囡仔，上悬通罚到60万。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这万里溪崩山潭已经发布红色警戒咯。不过，如果这山壁继续伫咧崩，本地填出来出口关度呢是1086公尺，不过这声变做是1087.5公尺，也或者警戒水位贵的变悬，当时会填出来是变加真暗算。那已经thiết立的保全河已经有人伫咧收容中心待9天咯。洪林店长就讲呢，真侪人的情绪开始忍袂住啊。天气愈来愈暗，17下晡约4点，空翕万里溪无看明显的水量，源头崩山湖还未溢流。不过林保署已经出动7台空翕机密集监控，到下晡4点半，水位达到原来一楼口1086米悬。不过林保署用3D 建模指出，虽然有涉水，不过新崩塌的，互一楼口阁下悬1.5公尺，互一楼时间可能延后，也是随时会发生阁较歹预测。1.5公尺的话，就是会落在7月19号的晚上8点，是不是？报告应该是，就是渗流的情形加剧之后，它会不会直接就溢流哦？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估算。全面的警戒，不过下晡2点，溪床竟然出现怪手的作业，是毋是欠款分享联络？红林店长林建平出来说明，是有发现一个水门漏沟关未麻，所以加紧急调到机构处理。我们已经将水门关闭之后，只能关80%。还有20%的进水量，是我们凤林镇公所在2点钟左右的时候，怪手有进去将所有的进水跟它封闭起来。店长回息咧讲，这样紧急施作，指挥官桂连成认为无做唔到。另外，花莲县政府表示，有一寡保全户带入去收容中心真久，甚至超过1礼拜，情绪已经真不满，情绪浮躁了。所以我们花莲县政府就派出心防所的心理师，还有咨商师呢，到收容所给予辅导。崩山湖一楼威胁，火车伫行的万里溪桥嘛空硬硬。代替下晡3点了后，公路到凤林停开，啊，毋过一楼可能延后，所以下晡5点又搁机动行驶。若是公路甲桥梁除了西埔大桥维持封起来，其他日社通行暗时10点封起来。18早起是毋是会开放，都要看一楼情形再决定。记者综合报道。雪山的主峰翠池山湖，今早起有1名爬山民众高山症发作。这空勤总队接到通报了后呢，赶紧来派出着乌鹰直升机去救援，顺利把人运落来到山脚送病院治疗。女山友她疑似高山症，那当下我们就进行了相关的处置，请她进 PAC， 那她也自行服用了丹木斯等避免高山症的药物，然后我们随即集结哦。那也同时间也申请了空勤直升机。那到今天早上的时候，空勤直升机因为天气很好，所以能够顺利将它吊挂到台中清泉岗基地。空勤总队乌鹰直升机今早起要到7点的时阵，对清查港机场起飞，去到苗栗泰安山区，20分钟后就到翠池山屋架，由这特殊人员的特救人员进行吊挂救援，顺利把这高山症患者吊来到直升机。7点55分后来到清泉港机场，交予救护车送去病院，完成救援的任务。来看苗栗市有一个失智80岁阿公，15早起出门了后，厝内面的人才发现讲，这个阿公拍无去啊。警消人员透过路口的监视器和空翕机来斗找人，昨活斗的时阵呢，伫咧西湖乡的溪边找到这个阿公，家在无发生意外。空翕机伫咧空中超吹，发现一个穿白色衣的阿伯倒坐伫咧西湖溪河床。超追人员初步检查，好佳在即个阿伯无受伤。警方就表示，15暗时一个80岁妇人人去派出所报案，讲有失智症的翁婿透早出门就无看影，烦恼发生意外。警方随调电杆来找人。刘姓老翁15日早上外出，不慎搭错公车迷途，家人深夜向北分局北苗所报案。经远警调阅监录影像确认，老翁搭乘公车前往西湖乡一带，
警方确认，这个阿伯是先坐唔到公车，煞尾搁坐社区的 bus， 最后是出现伫咧西湖乡，就甲在地消防分队斗找人，嘛用无人机来斗找，终其尾伫咧16透早11点外，伫咧西湖溪河床发现阿伯，啊毋过阿伯已经无法度行。于西湖溪河道内顺利寻获失踪老人，伤患生命真相稳定，仅泡水过久无法行走。经一旁工作怪手司机协助，将患者搬运至岸边后送医。消防队表示，这个阿伯无力嘛有脱水，啊毋过性命迹象是真稳定，送病院了后已经无代志。警方就提醒，咱会当甲有紧急联络人的牌仔。天伫咧时大定定穿的衫，颔棍领顶头，也是搭伫咧伊定定派的卡棒顶头，嘛会当挂防止惊碰见的手环，定位装置，才会当伫咧关键时刻，甲惊碰见的时大斗相共，找到转去的路。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检察局执行115年打击乌金枪击毒品诈骗专案，查到10名嫌犯也查扣10支非法的枪，掠毒品、掠食毒赛车也有73件，摇头26个人，其中有17个就是宋氏分团摇头。另外呢，这诈骗集团掠到53团297人，查扣不法所得2亿6千万。另外呢，扫毒乌道6件有86个人。云林警方接到情资，来到中华部新社区的犯嫌大的所在，成功将毒品采控的2000多支烟大卡4箱甲相关证物扣起来。各刑大队员经过长时间的搜证，来到云林那内查扣伊土鼻子相关制品总无当1300多公克。犯嫌为着买毒品买，搁合情自保。涉嫌贩卖依托品质的案件之中呢，我们有掌握到呢，他为了防止黑吃黑，所以呢，他拥枪自保。那我们在成功缉获这个李姓犯嫌之后呢，由他带同我们到他的租屋处搜索。那我们在那个天花板的缝隙里面呢，就找到了这把改造枪支。云林警方表示，因年底选举执行打击乌金枪毒诈专案，查到10名犯嫌，查扣10支非法枪，此地毒甲案73件，各有各类药贩26人，其中17人都是宋氏烟弹的药贩。从整个源头如何的瓦解整个毒品的供应链如何阻断我想这个部分就是我们针对毒品零犯战、零容忍以净化选前治安为使命。全力的扫黑肃枪缉毒打诈，透过检警紧密的合作，我们成功查获了黑金枪毒诈这些重大刑事案件。云林警方统计，今年1月到6月，侦破诈欺集团53件，犯嫌297人，总共查扣不法所得2亿6千万块银。按照受理案件下降6成，财损下降8成，呼吁民众一定要提高防诈警觉性。记者综合报道。跟落这美国4大指数拜是收乌，费半指数落4.29%。不过呢，这个台积电法说会财报说不来带动股市，拜五台积电收伫咧2290块，落180块。台股也出现有史以来一日落上界低，收伫咧42671点，落2953点。另外呢，这台票换美金收伫咧32.288块，落3.9分。美国全面收乌，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落4.29%，亚股迎接乌色礼拜五，日股嘛以64141点收盘，大台2694点，台股嘛上演股灾，毋若落破季线，搁大落2953点，收伫42671点。今年上半年涨多，而涨多之后呢，其实获利的一个卖压蠢蠢欲动。当这一些这个财报公布出来，没有更多的一个这个额外的惊喜来刺激市场的一个买气的时候，往往就会伴随着获利了结的卖压出笼。统计台股史上单日路上坐点第一名，7月17单日大落2953点，过来是2025年4月7，迄天收盘大落2065点，第三名是2024年8月5，单日大落1807点。根据证交所的统计，三大法人今仔日同步徛伫卖方，尤其外资卖超金额达到1890亿3880万，嘛创下历史上大纪录。个股嘛是拢青顺顺，以科技股上海，台积电伫法说结束了后，正水的财报，股价也是大落，以2290块收盘，大落180块，股汇相杀。新台币兑换美金的汇率嘛同款正软，收伫32.288，报3.9分。
贬值趋势还没有结束。之前看起来的盘整区间是31.7到32.2，那破了之后当然走入一个新的区间，但是目前如果外资续卖，然后国际股市还是偏弱的话，那当然外资还是会慢慢往外走。台股低线起落，不过台湾经济基本面无受影响。政员大港头人台积电宣布对美国的投资各加1000亿美金。美国拥有世界最先进的原创型的科技，也就是0到1这个部分，台湾非常擅长从1到100，台湾具有绝对的优势。台美之间呢，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互补。但是台股是安怎大落？市场分析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包括核理了结的卖压、用资减少的因素，各家市场烦恼休市一天的韩股，后礼拜一个交易了后可能补落。台股底线避险情绪恐惊无法度降温。记者采访报道。讲到这中联邮资出问题，检警调查认为，这中联的总经理伊能昌嫌疑上重，在他交保了后，互人撤销17台中地方法院裁定伊能昌羁押禁见。那台中市食安处今个公布呢，下游第3站受影响业者新增加28间，目前已经有170间了，包含着盛福店、瓦城等连锁餐厅。你担心被收押吗？我深色的喙暗面对镜头是激点点。中联邮资一级的低干物本片比超标的案件，检方调查了认定中联的总经理伊能昌涉嫌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本地要以2000万交保，不过经过台中地检署，佮提出控告，最后发回台中地院17下补电开羁押庭，落尾裁定伊能昌羁押禁见。台中市食安处17个会整泰山福寿服务销售给台中市的第2站下游业者的清单，拢总有168间。另外嘛，统计第3站以下受影响的业者新增加28间，加起来170间，包括胖老爹、盛福店、瓦城等真侪间连锁企业拢在内。有谁有错误，那就办谁嘛，这很清楚的。所以我们也不会包庇，也没什么哈。但是整体在法上面以前对于这个通报上面没有订定相关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追踪检验，也许这是一些漏洞了。食药署是持续追查16个公布一个疑似暗砍的批次和2个本片比超标的批次。17上新的结果显示，讲7个无合格批次下架回收是有2597.7吨，全数用信路价有5146.2吨，佮第一摆出现第2站下游业者加零的这个状况。因为我们数据是来自于卫生单位跟业者的持续的回报，那今天就是没有回报新的数字，所以就没有更新。我也没有办法跟你说是不是就停止，因为现在全部都已经预防性下架，所以没有什么未报单啊。依赖性的部分就是针对上游提供的这一份的预防下架的名册，结果我们去核对中央的一个批次的部分，才发现到没有这一批，所以我们就回报给相关的单位。各地卫生局是持续追查问题油的流向。基南关卫生局表示，讲受到泰山企业提供的油品流向清单了，发现讲比本地公布的29个路价批次加出一个批次，经过比对，成功找出暗砍的油品，刷落来感觉有漏高的，搁要等持续追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中联邮资有问题，油逼出来到单已经18天了。行政院长杜英台头一届会议咧，也讲会追究行政责任，要求检调赶紧来查办这中联邮资。也拿这台北市长蒋万安就第1期讲，这中央的动作伤过慢，要号召民众7月25上开刀。也呼吁呢，总统就要会议咧，杜英台落台负责。那么对于行政单位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的查处。要求获得完全真实的资讯，这个部分我真的深感抱歉。中联邮资大道沙拉油进前验出以及低干部本片比钞票事件还阁咧传，行政院杜英台17头一届会议咧，针对阁发现新的问题配合，以批评中联邮资真无负责。我要求检调单位速查速办，严查严办，一定要给社会一个正面的一个回应。那被检列为被告，有没有觉得很委屈？谢谢。司法的事情我们交给司法解决。民众党党公职有微博电话结一条路，直讲杜院长失职，对行政单位无有效查询。杜院长虽然表示会追究行政责任，不过拿赢无要放伊选，话杜英台爱落台内阁定组。国民党团嘛提公决案，应该比较2014年顶新油事件，伫还未全面查明流向甲真相进前，袂使互问题油定新个卖，爱赶紧建立退货甲补偿机制。专案直接交付议托，互党团协商。顶新食安风暴的时候。
时任的行政院院长江宜桦2次在国会90度鞠躬道歉，这是一个行政院长一个应该负责任的态度。在野党的朋友认为这个用语好像是不够强烈，但重点是要把这个漏洞给补上来。整个食安法如何去做一个修订，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同时间，台北市长蒋万安不按中央处理的态度，就全面725行上开道。国起立法院也未党团甲国民党中央拜会，国在声明总统大清定应该回失的，对应台爱落台负责。傲慢、无能、包庇、护航，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全台湾所有的乡亲一定希望这个政府能够公开透明，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才可以吃的哈。所以如果要上街头，我想我们也会跟进。台中市长陆秀燕是伫面册表示，问题有事件民众真不满，已经甲蒋万安通过电话表达支持上开道。2号迄天也是国民党全代会，对蒋万安出来带头，党主席郑丽文懊恼反映基层的心声，开道活动由党中央接手主办，伫下晡5点开始集合，要求政府爱护百姓一个安全的产道。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手术拢爱甲病人麻醉，用面交代医学院和马街病院合作，研发一种无到5公分大新型的脑波机，因也有专新的演算法来分析脑波的数据，麻醉病人的时阵，麻药会当用好更加精准。其实这个仪器呢，非常的小哈，不到5公分哦，甚至呢，其中呢大概有快要2公分那个锂电池哦，扣掉锂电池呢，那个本体是更小。这台是当监测脑波的机器，是由民交通大学医学院甲马街病院共同研发新型的脑波仪。手术的是麻醉科医师会用脑波仪来监控麻醉的深度。英国的机器大台个重，即摆这台细台个轻便，而且佫会当透过拿个传数据。在那个麻醉室里面，真的非常的忙乱，多一个仪器都会碍手。好，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在不干扰医疗情况下，能够提供额外的讯息。然后把这东西做到最简单、最不会出错。医师指出，注麻射若是互患者伫手术的时失去意识，也应该爱会当止疼。指甲的研究也有针对脑波用一个全新的演算法来分析数据，互医生替病人注麻射的时用药会当更较精确。在麻醉界已经长时间都希望精准麻醉，所以用脑波去做很多的监测。我们发掘了一些现在商用的仪器产品没有看到的一个角度，在一些侦测麻醉中的疼痛讯号来说更为精准灵敏。马街病院甲友民交通大学表示，这个工程甲医学行界合作的成果有刊伫咧国际医学期刊。透过脑波仪的分析，唔但会当精准调控止疼麻醉的用药。也会当减少手术的意外，甲手术后的副作用，互患者恢复健康的速度变较紧。记者季记者桂林台北报道。屏东有民众因为目睭红，佮进去互医生看，医生发现讲伊目睭的感冒有一点白白物影，认定是葡萄膜炎。医生也提醒讲，虽然有真侪因素会造成这款病，不过伤过热、伤过翕，甚至是伤过冷，拢有可能会引起目睭若有问题，就要赶紧去互医生看。患者的目睭内调真侪普泻感冒沉积物未顺的发条啊，极端气候互热天搁较污热，未少民众为着要防晒，规工戴帽啊、挂喙暗、搁穿长啊，刮歹头互湿疹、汗疹搁较熬出。流汗那里就是因为会流汗嘛，所以说就会闷在里面，然后就会长痘痘。不要把那个脸闷住就好，就像我剪那个就是发型剪清爽一点就可以了。民众早电风降温，不过迄热唔拿皮肤会出问题。屏东就有民众前日因为正病的目睭红、目眶胀痛、佮畏光来看医生，检查了发现是葡萄膜炎，有真侪白血球聚集伫房水，后来佮出现像条安尼的感冒沉积物，视力降到0.2，以关节量的类固醇治疗3礼拜才恢复。极端气候造成我们人体控制我们血管。包括眼睛的血管它的能力变差了。工地的这些人没有一些冷气的，他们发生的几率比一般人更高。血管是扩大来，把很多里面的一些东西都露出来了。医师表示，葡萄膜炎的病因过去拢互认为是自体免疫疾病、病原体感染，也是疲劳、失眠等等。不过，其实极端气候嘛是诱发的原因。尤其高发伫20岁到60岁的成年人，若严重可能会害视网膜脱离，也是失明。提醒民众，若是发现目睭有血丝、会痛、佮畏光，甚至视力变差，一定要随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
天气热热热，为着避免高温造成劳工的热伤害，劳动部今仔日举行热危害预防开科技减灾观摩会，希望会当提升雇主对高温户外作业危害预防措施，强化相关工作者的健康保护。将热水计的员工拎起哩担架，这是工地进行的应变演练。热天的高温，让施工现场的风调刷工课面临考验。劳动部长17到第15线伫位大桥改建工程，出席115年度热危害预防甲科技减灾的观摩会。不管是我们从检查的部分来督促大家改善，或者是我们相关的补助，刚才说到棍子跟胡萝卜，督促我们的雇主把劳工保护好，尤其是在我们这样的极端天气。伫极端气候影响，当年高温甲小影的挑战更较厉害。以今年为例，台湾伫5月就捌出现37度的高温，食安署嘛要求5月就要开始办理各项高温热危害的防护具补助。根据统计，今年到7月10日，热伤害就诊人数496人次，有比去年的683人更较低。目前的降温的方式就采用个人装备，是采用2个，一个就是我现在身上所穿的风扇衣，它风扇后面就是有2个的风扇。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智慧的冷暖的装置，那这个就是在加强除了风扇衣的效果之外，额外再来加强我们的降温的情况。劳动部甲各地方的劳检所已经建立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机制，由专业劳检员到现场进行严格检查，查核重点伫厂商感受确实落实热危害相关的防护设施甲措施，若无符合会要求厂商限期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全球暖化，日本这几年也出现极端的高温。今年7月，日本各地拢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北海道第17也出现35度。后礼拜名古屋将有可能会出现40度。另外，根据统计，这5年来因为潮沙死亡的人数上介济，就是建筑业咯。目前，日本的建筑业者呢，开始伫咧工地安冷气，提供免钱的凉水，希望能改善高潮沙的工作环境。光光放行大，伫工地八起八落，建筑业是真辛苦，加上气候异常极端高温，互工作环境愈来愈害。根据统计，日本去年伫职场因为潮沙造成1681人死亡，创上悬纪录。其中最近5年，上侪死亡人数就是建筑业。熱中症の一番の原因に関しましては、水分と塩分の不足によって起こっ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が大きいと思います。来到日本的工地现场，可以看到设置了这样子临时乘凉的地方，里面除了有冷气，还放置了饮品哦，让大热天的时候工人也可以在这里临时休息，减少中暑的几率。今日透明布帘甲外面的气温相差差不多10度，就亲像到绿洲，互工人用暂时解喙焦休困，若是热天随时拢能用。暑い時はここ来てアイスクリーム食べて水食べて体涼しになります。夏の暑さ、冬の寒さっていうのは今の仕事でやっぱ辛いうちの一つの要因だとは思います。こういったのを置いてくれることで、やっぱ熱中症対策にもなるので、こういう取り組みはすごいいいことだな。伫工地入口度真大看板显示用温度、湿度等算出来综合温度值指数 WBGT， 那相当28度的时阵，就代表潮汕风险明显增加，作为工作管理的指标。另外，休困的所在有造冰机、饮水机、发热机，计数也敢若市价1/3。工人穿的空调衫，拢是为了防止潮沙。異常気象と言いながらも異常ではなくてこれが当たり前スタンダードになってきてますんで、作業員の方はですね過酷な環境の中で作業していただいてますので、その中で我々としてはやれるべきをやってるかな。同款伫建筑业的，也有为少日本少子化措施之下，一直增加的外籍移工，伫工地用无共款的话，提升现场危险性，各项并部便携管理人员出入，提高职场安全。即马全球气候甲社会结构出现改变，日本建筑业工作形态也加速改革。公司国际记者日本报道。高雄凤山15秒安那的时阵呢，有民众看到一台乌多摆后壁拖一堆铁啊，脚踏遐呢，佫放一支灯笼上的铁条，边乌多摆闪伊是闪真远。当地民众讲，附近有人伫咧收歹东旧舍，真接看到人摕去背。那警方也讲呢，这已经违反着道交法，上悬会当罚600块。
15尾暗下班时间，高雄凤山高架一路的车长济，奥多拜一台接一台过，煞向一台奥多拜4颗连灯拢无车，大家看到机拢闪真远，因为伊的奥多拜毋但后壁拖一大堆的铁啊，头前的脚踏板佫关一支超过1公尺长的铁条，有民众无注意到要骑过，差一点就互铁条卡到，实在真危险。像这种我们都是摩托车，一定会在他们后面，都不会骑在他们的左右两边，不可能，因为他如果不稳的话，就是会对我们很危险。很危险啊！可是人家要卖钱呐、哎呀，他弹簧床的那个铁丝对。民众讲，因为五甲路甲南京路口遮有一间古物商，亲像这款用奥多拜拖歹铁啊回收物来卖，为民定拄快着。咱实际伫路口看，短短半点钟的时间，就有5、6台，有铁马嘛有奥多拜，甚至佫有4辆的电动车。逐台车拢载甲大包细包，有的塔比规人悬，就连车牌嘛砸甲拢无快。警方讲，这款行为会影响行车安全，会按照道交法开单处罚。机车负载人物或物品未依规定之规定，可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款。警方提醒，机车载运物品应妥善固定，避免脱逸、散落或影响行车安全。古物商头家讲，迄堆铁啊拢总20外公斤，会当卖100外块。警方表示，已经按照车牌号码通知车主到案，会照规定开罚单，上悬会当罚600块。毋望行为人会当谨慎，毋通阁安尼做。记者柯家族邱超雄高雄场报道。来看屏东黑山枪的水水口，最近附近呢出现规大阵的这海龟来遮找食车水。海参馆的兽医是认为讲，出水口的水可能是较大港，会当甲这海龟身躯顶的海草寄生虫冲掉。啊，那昆管处也讲呢，去年5月黑山枪登记了后，出水口的水减少，而且日头同款正歹，致使着这出水口生真侪海草，吸引海龟来遮找食。不过也爱提醒民众用目睭看到好，千万唔通甲海龟吓惊。海龟位海水内底探出头，有人发现最近屏东黑山抢出海口，常常看到海龟表面向前受水，好像像伫集体重影共款。可能就是经过，或是他们固定会在某些地方去做居住啊。会有安尼奇特的现象，海参馆兽医师经过行为分析，海龟应该是想要借出水口的水流来冲掉蝴蝶身躯的海草。亚上堂也提醒黑山相关的单位爱注意水门安全，才袂互海龟误入。不要让海龟会跑进去电厂里面，这样子比较不会容易受伤。因为在国外的许多的案例里面，我们其实看得到有一些部分的海龟因为误入这些水道，那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黑山抢过去因为运转排温水，加上当地海水异常成分等因素，引起周边海峡船河白化危机。即马个引发出内这船河，警管处判断黑山抢去年5月天气了后，出水口水流变较少，而且灯湖加上日头大，发海草，海龟用食正做聚集地。本处会持续观察，是偶发还是会成为常态。本处也呼吁游客可以就近观赏、拍照，但一定要避免干扰或喂食等不当行为。古水海龟吸袂少人来欣赏，警管处提醒唔通骚扰、饲物件，啊若无会照野保法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并可罚6到30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新竹县的怀山乡公所，对去年11月发5000块生活补助金了后，最近佫因为这中东战争不计起，佫再发放民生补助金5000块。只要今年5月初是进前户口设定的怀山的民众，大家人拢会当领到5000块，全乡大约有12000人，总经费差不多爱开6000万。这也是怀山乡这6年以来第4摆发现金，那阵这4摆加起来拢有领到，一个人等于会当领到13000块。手头提红包内底有5000块，怀山民众拢笑嗨嗨，因为新的关怀山乡又个发钱咯。开心啊，因为那么多钱呢、我们乡长对我们真的很好，所以这个好好珍惜，要把它收藏起来，不能乱花。当然很好啊，这个钱谁不爱啊，对不对？因中东战争以及民生用品起价，新的关怀山乡发放民生补助金5000块，这今年5月初4，户口设伫怀山的民众拢有资格通领，全乡大约12000人，人人拢有，总经费大约6000万。有民众帮厝内人做伙领，一个领就是3万块。唐山乡了，这个65岁的老年人口啊，
大概已经占25%了哈，是全县第2高的。所以呢，我们几乎都比较没有生产力。我是用这个前几年的税季盈余的钱来发放啊。那事实上，我们发放也不是把税季盈余整个都拿出来。我们可能只有拿出2成的税季盈余。这已经是怀山乡这6年来第4摆发钱给民众，4摆算落来，一个乡民已经领到13000块。不过这摆乡公所发钱进程是真秘手，主要是因为避免风声漏泄，会出现大量迁户口来这情形，影响公平性。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关注少年世代甲多元议题媒体500集，今年第4届500样的奖项，甲文学类颁发予温玉桥，这是头一届有台湾作者来得奖。温玉桥讲，伊希望透过这文字的美感来替台语气度有名化，也继续透过网络，让大家看到台语无同款的面貌。看树一个方向，飘落伫乌面透光的鱼花，看热天的雨溪。看东京的酸涩。作者温玉桥的台文诗集《一花闪逝》，自今年初出版到当，也真抢市。作者用100个美丽的台语词写作诗，嘛在网络经营学台语，特别是分享真水说罕有人用的台语词，引起真侪人对台语的兴趣。关注少年世代甲多元议题的媒体500集，今年第500样的奖项当中，甲文学类颁予温玉桥，伊嘛希望会当透过文字的美感来为台语去有名化。有做些台语的补给写可能较早因为正式的关系是无法度，因为这个语言来感觉骄傲的，所以其实我希望。不过我咧做的代志就是一个去污名化的过程，然后更较侪人知影这个语言其实让摕来做台湾的文化的自信。这届500样奖项是头届有台语文作家得这个奖。温玉桥也推荐学者李美清做引路人。李美清表示，文学这条路有真侪前辈带路累积，也正做开创新时代的头把。当会当互主流媒体意识到台湾的存在甲影响力，是值得期待的现象。咱会使搁去思考讲，台语笑亏、水、生活、自然、理性、科学，即款的物件，咱甚至会当谈恋爱嘛，对，所以这个物件拢会使，互咱有新的想象。我感觉因已经豆豆咧吸收这个台语是水的这个概念甲养分，然后咱就会当搁较期待，煞来因可能会当创作出无共款的物件。温玉桥也表示，伊认为台语在真侪领域也需要创造新语词，伊嘛会继续透过网络用台语分享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等，希望让大家看到台语的无同面貌，嘛让台语会当带咱愈行愈开阔。记者卢尚珠、郑春友台北报道。长期关心在地人物也个社会议题纪录片导演柯慧茹，这回伊早两出得奖的作品，10月下晡要伫咧高雄举办放映会，带观众做伙来关心人甲人之间的感情，也个基层劳动者的处境。柯慧茹也讲，伊是高雄在地人，不过真罕得有机会伫咧高雄举办放映会，期待透过作品会当互大家关心身躯边的万事万项。阿嬷。自从你过身了后，就无人教我用台语开讲啊。甲阿嬷的形象，阿嬷讲的话，拢透过镜头记录落来。这出纪录片，伊的脆片是导演柯慧茹2005年的作品。伊用已经过身的阿嬷做主角，去讲家族的故事，带大家看女性伫咧家庭内底扮演的角色，去探讨生命中的爱甲失去。这出底片得到金马奖的肯定。而这礼拜六，柯慧茹特别用其甲另外一出作品《临时工》来甲大家分享其的纪录观点。我希望讲大家看了，你会想起讲啊，我倒来教我的阿嬷开讲，教我的妈妈去了解讲我厝里可能佫有足侪故事你唔知影的，有足侪记忆，可能你即马无去家问，后届就会渐渐无去的。啊，有当时咱会想讲啊，我对我的家庭的历史一定足了解，其实无一定，有足侪话因无机会讲出来。两出纪录片拢是高雄在地人事物，一个是探讨女性的情感，一个是记录基层劳工的生活，而且手法的展现也无相像。柯慧茹讲，纪录片就是要知影什么是真实，因为做法拢是摄影机去翕发生的过程，呈现事实。不过，这回伊的作品拢有特殊的做法，目的就是要呈现出较深、较内心的物件。有当时啊，你有一些内在的真实，你可能爱用无共款的方式，包括讲剧情，还是重演，还是用一寡模型的所在去甲伊表现出来。啊，所以即边我嘛是安尼做，啊嘛是阮一直以来想要伫个纪录片内底找到一种较
突破的手法。柯桂如讲，新作品已经在筹备啊，这回作品是要探讨现代人心内束缚，因为正是罕有机会伫高雄办放映会看家己的作品。拜六下晡2点，也期待民众做过来高雄内规艺术中心观看看法。记者柯家族邱超雄高雄场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我来说分明，讲到2018年的意大利列那亚桥发生一场意外，就是这桥断去，造成43个人死亡。经过4年的审理呢，这列那亚地方法院伫16日一审判决，这座桥的营运商 ASPI 进前的这个执行长按维修部门主管，被判刑12年含11年。Castellucci Giovanni ha la pena di anni 12 di reclusione, Donferri Mitelli Michela la pena di anni 11 di reclusione. 热那亚地方法院伫判决书中指出，2018 8月发生莫兰迪大桥断去的事件 ，ASPI 执行长卡斯迪罗基，佮负责桥梁维修的主管米德利，重用力无重安全，延长桥墩的维修，才会致使断桥的事件发生。犯刑法的过失杀人等罪，本案经过适当的审情调查，佮预备听证，为2021年7月才开始正式的审理。所派总共57个被告当中，有25个人因为牵涉伪造文书等轻罪，超过追诉时效得到免罪，通无罪释放。其他32个被告伫16个一审判决中被判有罪。虽望甲事情预期佮检察官的求刑有差距，佮家属认为司法证据总算是来啊。Per esempio Castellucci è passato dai 18 anni e 6 mesi ai 12 anni. C'è una soddisfazione, io ho parlato prima con i colleghi, all'80%. Non ci sono state soluzioni piene, sono stati tutti condannati. 对一审的结果，辩方律师强调会依法上诉，若受害者家属团体是呛声，会食庆饭等因。Periti hanno accertato e acclarato che il ponte è crollato per un vizio costruttivo, che questo vizio costruttivo non sia mai emerso in 50 anni di vita del ponte. 意大利甲台湾虽望拢属于3级3审制，一审不服会当上诉到高等法院，甚至是最高法院。不过嘛，伫历史因素之下，出现审理期间追诉时效无停止计算的奇怪现象。近年来虽望有修改法令，限制高院2审必须爱伫2天内完成，最高院3审上济1天。不过也是出现本案有25个被告，伫审理期间超过追诉时效来无罪释放。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最近天气热气气，气象署也讲呢，这炎天赤日头会一直到后礼拜四，各地高温差不多是32度到35度，甚至来到36度。另外，受到这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呢较高落雨，其他所在过昼呢较接发生这落西北雨。最近的天气是真烧热，无落雨的时阵如果真热。气象署讲，这款的好天会一直持续到后礼拜四，各地高温差不多是32度至35度。湘北地区、苗栗以南、到花莲、台东，可能会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而且这几天中昼的紫外线较强，可能会超标，民众透中昼出门都要注意。在温度方面，可能最近几天还是比较偏高的。以今天来说，其实各地的一个高温大致上还是有可以来到32度以上。橙灯的一个区域就是已经包含今天有连续3天来到36度以上。那大致上来说，就是在大台北地区、中南部比较内陆的地方，跟花东纵谷这一带，还有台东，今天可能会有粉风发生的几率有。气象署表示，后礼拜一进前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除了正方面的南部落雨的几率会较悬以外，其他所在日时大多拢是侪云到好天。不过过昼了后，中部以北、东北部甲山区就可能会落雷公雨。在今明2天呢，就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主要就是在迎风面南部地区比较容易有降雨的一个情况。有时候会有雷雨发生哦，那也要留意会有一些较大的雨势。而其他地区主要就是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跟像是花东的一个山区，就会比较偏向是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发展。那其中在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也是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气象署提醒，这几天日头真美，下昼较高落西北雨，出门爱记得早雨伞。早日也早雨。另外，目前伫菲律宾东边的海面有一寡热带扰动，敢会结作风台。气象署讲会继续观察。记者郭玉琪、谢桂玲台北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
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6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2度。还有未来3港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